你聞唔聞到啊？聞到咩啊？好大陣炸雞扒味，好香啊！雞扒味我就聞唔到啦，我淨係聞到有陣初熟少女味啫。雞扒妹一盒班咯！睇呢幾張相已經喺度啪啪聲啦！嗱，講緊拍手聲咋？今年書展32E嘅雞扒妹就推出自稱最 sexy 又係最後一本寫真《純》啊，分晴天版同陰天版。你哋睇完係咪拍到手都斷埋呢？22歲雞扒妹初熟時，正確示範點着工人褲，港女們學嘢啦喂！佢仲專程請咗12個專業攝影團隊，揾埋香港航拍大師去到日本沖繩度取景，拍唯美寫真 video 啊！最抵讚嘅係佢會將寫真嘅版稅就捐俾紅十字會，幫助弱勢兒童做暑期營養餐嘅費用啦！善心啊包晒棒啦！我哋終於明白雞扒妹嘅胸襟點解咁大啦！